點樣保住我哋香港美食天堂呢個金漆招牌呢？真係值得我哋去深思嘅。好感謝梁進議員啦，佢提出咗呢個推動旅遊加飲食議案，正點出咗個關鍵。飲食從來唔單止係填飽我哋個肚咁簡單，仲更加係一種文化嘅體驗。而我哋要推動旅遊加飲食呢個結連呢，我自己認為啦，其中一個突破口呢，就係加強推動本地食材嘅品牌發展。放眼全球，好似挪威有三文魚啦，瑞士有芝士，日本有和牛等等，正咧係透過有系統嘅品牌打造同埋推廣，由佢哋自己本地嘅物產升級至到成為國際嘅招牌，讓到各地嘅消費者選擇呢啲地方嘅名產，甚至係吸引旅客專登去朝聖嘅，帶動到當地整個旅遊同埋飲食經濟。其實我哋香港都不乏好多優質嘅本地食材，例如我哋有學鬥嘅白菜、八鄉嘅老薑、川龍嘅西洋菜等等，各有特色。而漁護署一定都要讚一讚，推廣咗好多我哋本地嘅品牌美食，譬如好似我哋南瓜子斑啊、淨化蠔啊、鱸魚等等，品質亦都唔輸俾一啲係外地輸入嘅同類產物。所以今日我哋面對嘅問題並唔係冇產品，而係冇人知或者唔夠多人知。我認為政府係時候諗一諗，係咪建立一個統一品牌嘅時候重點應該放喺點樣去團結同埋支援業界，讓到我哋行業協會能夠有更充足嘅人才同埋資源，協助我哋漁農業界將經營模式產業化、品牌化。例如先揾出有潛力能夠為本地食材省靚招牌嘅香港名產，並且喺市場推廣、數碼營銷等等嘅環節，引入唔同世界比較經驗同埋人才喺宣傳推廣上面發力。我哋都可以考慮定期舉辦本地鮮食材嘅大賽，牽頭係餐飲業推出主題嘅菜式，等到市民同埋旅客有更多嘅機會接觸到我哋嘅本地有名嘅食材，並且聯同酒店啊、航空公司啊、餐廳等等合作，將本地鮮食材納入餐單，提升曝光。除咗食材，體驗都係好重要嘅。我十分支持政府發展休閒漁農業。未來當局應該更加要研究推出觀光漁船嘅牌照，容許一船兩用等漁民喺捕魚之餘可以接待旅客出海嘅體驗，甚至可以喺船上面品嚐到新鮮嘅本地海產，滿足今日旅客最想要嘅特色體驗。當然啦，仲有我好支持嘅農家樂休閒農場計劃，能夠集玩同食體驗於一身，對本地嘅旅遊抑或係外地嘅旅客嚟講都係相當吸引。期望政府喺未來進一步加強配套支援，優化交通接駁同埋旅遊路線整合，將零散嘅農產資源包裝升級，發展成為更具吸引力嘅旅遊產品。而另一方面香港其實有好多好有代表性嘅飲食類非遺藝術嘅。例如好似我哋沖製嘅港式奶茶啦、港式燒味啦、蝦醬醃釀等等啦，仲有菠蘿包製作，全部都係獨一無二嘅香港味道。但可惜嘅就係呢啲珍貴嘅傳統技藝長期面臨經營空間不足、產業同埋佢哋一個商業轉化比較困難、後繼無人嘅問題。而政府推出非遺傳承人嘅制度，一個好嘅開始。但我覺得唔應該只留喺資助，而係應該再行前多一步，做到活化。我建議係進一步善用閒置街市啦、校舍啦、工廈啦或者係社區空間，俾一啲非遺嘅師傅一邊經營一邊授徒，亦都可以開放俾公眾參觀，變成參與嘅旅遊體驗。同時亦都可以建立非遺小店嘅認證制度，配合租金嘅優惠、宣傳嘅資源，協助佢哋喺社區扎根。我哋又可以設計非遺嘅美食路線。例如係由奶茶工房、點心工場去到我哋本地食材嘅餐廳，串連成為半日或者一日嘅行程，配合導遊去解說。最後就係我希望香港能夠重塑美食天堂呢個金漆招牌，推動旅遊加飲食深度融合。